疫情了后，真侪民众会出国。顶半年，台湾人出国的人数偏国外旅客来台湾的数量，台湾人出境的人数是2倍遮侪。有学者提醒，国外旅客会过来台湾佚佗的机会只有2成到3成。台湾是需要开发更加侪多元的旅游产品，才会当吸人来佚佗。外国旅客伫新闻顶翕相，入境了后，自由行的旅客愈来愈多，有人学到咱台湾是真有人情味。台湾蛮好了啊，所以我是很久了，整10年来一次，10年。从哪边来？从马来西亚。我大概5年没有回台湾，然后感觉就是说很多地方我以前常去在台湾，然后感觉建设就是它没有被翻新。到伫加拿大游客讲，台湾的景点哪像较无啥人捌的所在，目前的观光景点清气度爱加强。根据观光局上新的统计，今年顶半年民众出国旅游的人次有616万人，甲来台湾的旅客323万人来比，差不多加要1倍。观光局差持续扩大，其中国语民众去日本，还有日本人来台湾侦查上济。台湾人上介意旅游的国家还是日本，顶半年就有221万外人去遐行搭。过来是中国，有80多万人去佚佗。要若接顺序排列，是韩国、越南、泰国、香港，要若去美国的旅客嘛袂少。旅游业者讲，受到日票汇率的影响，降低日本人出国的意愿，还有2项还未开放观光，这些拢是观光业差扩大的原因。最大宗的3个客源地，第一日本，第二中国大陆，第三韩国，外国旅客来台的人数不如预期。怎么去提升？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我们产品的优化跟创新，总不能我们在对外行销总是101故宫、阿里山、日月潭、台湾的小吃夜市这样的一个宣传效果，其实它是适用于第一次想要来台湾的。观光学者分析，目前外国旅客各一届来台湾的比率，敢若2成至3成。台湾都爱推出啥人捌的观光产品，嘛爱会当吸引旅客去北部以外的所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